周年紀念短途杯準備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大家都平排躍出嘅，快啲嘅馬啦。咁啊見到內欄位置就維港智能啊，響外邊就嘉應高升啦，中間黃衫魔術控制第4位呢就美麗第一啊，後邊嘅4匹馬啦，有幸運有你的愛心啊，尾衣紅衫係賢者無敵啊，暫時電流係驕陽明區嚟㗎。好啦，轉香港體育學院灣啊，放咗出嚟跑嘅馬呢就係呢隻嘉應高升啊，跟住第2位就魔術控制啊，內欄第3嘅馬有維港智能啦，第4位美麗第一啊，後邊嘅4隻橙衫的愛心、藍衫幸運有你啊，尾二呢就賢者無敵，暫時殿後仍然係驕陽明區嚟㗎。好啦，咁轉彎入直路咁滯咯喎，前面嘉應高升仲係撳住佔先嘅，咁啊後邊嘅馬見到魔術控制第2位啦，埋邊呢仲有維港智能啦，橙衫中檔有的愛心，中間美麗第一，外邊追嘅馬呢仲係幸運有你，依家先抽到出嚟就驕陽明區啊，最後200零米啦，嘉應高升數拋嚟咗4個馬位度啦，後邊嘅馬幸運有你，入邊追的愛心。外邊上咗驕陽明區，最出嚟賢者無敵，接近終點，好似神操咁翻嚟啊！嘉應高升咁啊狂勝對手，捧走100週年紀念短途杯啊！亦都係呢匹馬出道以嚟取得嘅第10場頭馬。繼上場賽事喺場香港短途錦標贏完1級賽之後，呢匹嘉應高升再次以一個無敵嘅姿態贏埋呢場1級賽100週年紀念短途杯啊！至於跑第2名嘅馬驕陽明區。埋邊有的愛心，出邊賢者無敵。恭喜晒嘉應高升捧走今屆100週年紀念短途杯，都係一個好輕鬆嘅姿態啊！彈得對手。驕陽明區恰如其分，翻嚟跑過第2名啦。的愛心跑第3，跑第4名係賢者無敵。我諗都係熱辣辣嘅3重彩㗎啦，係跑第4名嗰隻有啲驚喜啦。賢者無敵，嘉應高升自己放都得啊，步速唔慢嘅。係啊，頭2段快咗8線幾啊，翻嚟都係大勝。有啲驚險就係驕陽明區幾乎又塞車咯，真係。隨時起步，黃旗舉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快閘嘅馬中間加州星球賢者無敵啊，外邊呢就係呢隻嘉應高升，3隻馬拍住嚟走喎。第4位就鴻運帝王啦，第5位驕陽明區內欄第6橙心啊的愛心啊，後邊3匹馬啦，手機標靶啦，永遠美麗啦，暫時殿後係嗰隻陸續無限嚟㗎。好啦，跑咗一段嘅路程咯，加州星球就放頭啦，嘉應高升咬住第2位啊，第3位埋邊有賢者無敵啦，落後個零身位跟住個第4係鴻運帝王啊，第5位外邊紫色衫驕陽明區埋邊第6橙心啊的愛心啊，後邊3匹馬手機標靶永遠美麗，暫時殿後仍然係嗰隻陸續無限嚟㗎。好啦，咁啊轉緊彎中間咯，大家位置變動上面都冇喐過㗎。加州星球就放頭嘅，嘉應高升咬住第2位，後邊嘅馬有賢者無敵、鴻運帝王的愛心啦，中檔紫色衫驕陽明區攞出去外邊嘅手機標靶尾以永遠美麗，包咗落尾嘅馬暫時都仲係呢隻呢陸續無限入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加州星球仲係佔先嘅，見到嘉應高升呢攞緊平衡呢就慢慢上㗎啦，外邊位置追有驕陽明區上嚟啊，出邊位置仲見到有呢隻手機標靶，最後200米到啦。咁啊，見到呢隻嘉應高升透出咗，驕陽明區追緊佢啦，後邊噶嘛，仲有永遠美麗的愛心，最後100米，嘉應高升以一個無敵嘅姿態掟甩對手，贏出呢場女王銀禧紀念杯啊！後邊噶嘛，驕陽明區追咗一段唔多，的愛心上埋嚟，第4名外邊係永遠美麗啊！結果呢隻嘉應高升真係不負眾望啊！咁啊，繼之前已經喺一場短途嘅賽事裏邊。100週年紀念短途杯贏咗個香港速度系列嘅頭關之後，嚟到第2關女王銀禧紀念杯上1400一樣贏啊！好啦，換人一樣冇問題啊！香港速度系列再過一關，嘉應高升第2名，驕陽明區啊拉近咗之後就俾人彈翻甩啦，的愛心啊跑第3啊，2、3名都好近嘅，緊緊一步㗎咋。4號驕陽明區都叫做頂到個亞軍，啱啱啄翻落去。隨時起步，
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前面快閘嘉應高升應聲彈出啦，隔離拍住佢仲係幸運有理啊，中間賢者無敵搶啦，出邊維港智能最出眾嘅隻魔術控制啊，內欄呢就永進劍豪啊，馬林中間粉紅袖呢仲有隻美麗第一啊，外邊啊火奔馳啦，尾五位置就係呢隻李健夢境啊，尾四係金鑽貴人啊，後邊三匹馬野田冰封啦，賢德之君啦，暫時殿後係驕陽明區嚟㗎。好啦，咁啊轉緊彎啦，前面魔術控制就貼欄放嘅，第二位有維港智能啊，內欄第三隻賢者無敵啊，第四位合火奔馳啊，第五位呢埋邊呢仲有榮進劍豪啦，響出邊呢仲有呢隻就嘉應高升啊，後多層啊嘛，美麗第一啦，馬林中間呢仲有李健夢境啦，再後邊啊嘛，黃三隻金鑽貴人掟出去大外檔嗰邊呢就係幸運有理啊，最後直路前面透出嘅嘛，魔術控制啊，中間維港智能追緊佢，外邊嘉應高升一比落去就走啦，再見到外邊追嘅嘛，仲有李健夢境後邊嘅嘛，仲有驕陽明區啊，再後多層係金鑽貴人，最後百零米啦，嘉應高升以一個非常無敵嘅姿態收姜贏出呢場主席短途獎啊！真係認真厲害啊！今場賽事仲要有少少改咗個跑法啦，大約跟住個第四位入彎攞咗出去中檔嚟追啊！而今場賽事直落已經贏晒3場噶啦，首先係100週年紀念短途杯，再嚟攻下咗女王銀禧紀念杯，嚟到今場主席短途獎成功，咁啊真係3料冠軍，成為3冠短途王，4個字形容晒實至名歸。2025短途馬王㗎啦，嘉應高升贏完呢場，直指10月份澳洲嘅珠峰錦標。李健夢境翻嚟跑過第2，驕陽明區第3，跑第4名係賢者無敵。今季就8戰全勝啊，追平咗美麗傳承個紀錄啦。真係誇張啊！贏馬姿態收姜都贏緊成2個馬位啊！今次仲要係守住第4、第5位，然後入直路同你追，即係點跑都得啦。輕內史未換腳，一樣照贏。因為呢早段呢，其實賢者無敵潘明輝有諗過點跑喎，其實佢好快㗎早段，咁啊幾叻喎，有個第4應該幾好分㗎喎佢，過100倍馬。驕陽明區啊，真係過唔到李健夢境啊！好合理嘅蝕啊！始即係個終呢個狀態我都知13，都有少少唔同啊。同埋佢嘅跑法啦，因為個13檔留到最後啦。佢追下係見到。